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来看台北市文山区的宝义路早起火烧厝，是一栋铁皮厝导火烧起来，有一对男女抱着两个幼囡仔爬起伫厝尾顶喊救人，好哩佳在4个人拢平安无代志。啊，讲这个火烧厝的同时，厝主这个厝边有看到厝主骑车倒来，所以甲车等的都用行离开了。也阁有讲真一暝，厝主伫咧门口烧物件，所以到底是毋是就是厝主家己放火烧厝咧？爱阁调查。天厝一直出火光，乌烟嘛一直冲出来，火是烧甲未收煞，恐怖的场面是甲大家人拢惊甲害去。详细看，阁有人抱两个囡仔走去厝尾顶，原来因就是住户。警消到场协助4个大人囡仔走出来，老尾手里阁抱红鞋啊！大人囡仔看起来是拢惊甲害去。就那烧起来，我们就听到哔哔哔哔的声音啊！台北市文山区宝义路顶，今仔日透早7点外传出火警，风是互火烧甲愈来愈远，影响到3户民体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厝主事发了后就失踪啊！我7点40几分他回来，我就因为我在那边没办法进来，他骑摩托车可以进来，他硬挤。然后可能就跑掉了，没有2分钟，应该就跑掉了啦。厝主的乌多摆甲宠物阁留伫咧原地，人煞家己离开。厝边讲透早7点外，阁看到人伫咧厝里，不过火灾发生了后，厝主雄雄骑车转来，看到厝红烧，煞行路离开。八接电话讲，我无要转去，了后就关机，无看的人。前一暗，这个家己大的厝主才互厝边检举，伫咧厝里乌白烧物件，而且这个毋是头一届。他会烧一些衣物啦，或者是金纸啦，或者是塑胶类的东西。他是几乎每一天在烧。救出的人员已经送到万芳医院。后续的部分，在火灾原因部分，我们会再由我们的火调人员来调查。厝主过去有彻底监考，阁真侪介烧物件，厝边嘛接咧提防。想袂到这届火烧厝，较免互人怀疑，恐惊是厝主家己放火造成火灾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